为着鼓励老爸老母陪囡仔做伙看册，新竹县政府结合县内13个乡镇图书馆，伫几若间病院设阅读区，互民众来病院等看诊的时阵，嘛会使享受阅读的趣味。温暖的环境、舒适的空间，哪亲像来到图书馆。其实这是病院的后进空间。新竹县最近在县内几若间病院设立友善读册环境，希望会当培养大人囡仔的阅读习惯。小朋友从小开始看书，就他自己也会很喜欢去拿书过来给我念给他听。阅读对于认知语言能力的影响，更重要的是在早期婴幼儿的情绪发展，还有亲子关系的建立，及早开始做亲子共读都有非常大的帮忙。这个推广阅读的活动，结合13乡镇的图书馆，才出来有2016年以后出生的囡仔，只要办借册证，而且借满3本册，就使领到一份阅读礼物。小朋友在小时候能够接触的，也是靠周边的环境，让他脑力的启蒙是有多元的。希望透过在儿童阅读这块，能够有多量的取悦，让他们能够未来的方向有更多元、更广。医生指出，若是父母会使陪囡仔做伙阅读，互囡仔对细汉就会使感受到读册的好处，对囡仔未来的发展会真有帮助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